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好，大家伫好头摆，大家印象当中就知道，南美二地呀沙飞鸿大表有一只当成功的事业，配一只当正常的事情。唔过好，一下时代啲嘅变化了，到一下其实有当到什么人没有当成功的事业，当成功的家庭。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一部戏剧哦，叫按到满彩云。生来爱满彩云乜嘅事情哦，然之后来细细格格分享。今日节目地度有请到嘅来宾，先来分享太葵剧团的团长，分享刘老师、咪咪老师分享。大家好，我是咪咪团长。好，分享咪咪团长、咪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哦。三下来是两位当后生的演员，先来分享我们的后生演员，分享舆论分享。大家好，我是金宇伦，我来自南条县，今年刚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毕业。好，当后生好，最近是张毕业的演员哦。三下来是安利，那个一位是你听一位的演员是我们的雨婷，分享雨婷。大家好，我是刘雨婷，我从新竹来，也是我第一摆参加客家人外的表演，希望大家。好，大家看到好，今日来嘅团长韩国两位后生嘅演员，爱同大家来小见满彩云也铺戏剧，上来爱满彩云嘛，该喏。今日就来请团长来好好跟大家介绍这一部戏剧喽，叫做《问彩云》。可以先请你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满彩云》上来它到底在说什么呢？问彩云这个名字呢，第一个大家应该觉得有点耳熟能详，因为它跟一首歌很像，就是问彩云何处飞。那我们为什么会想做这个东西？其实这个问彩云除了当时有这首歌曲，其实是讨论人去追求自由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在后面有这个东西的想法。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有关于女工的议题。是。那在我在做这个戏之前，就是问彩云这个戏之前，其实有一个前身叫做我伴彩云飞，也是一样，又是歌曲的名字哈。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伴彩云飞跟问彩云两个部分都有一个重叠的，都是彩云，所以我就会身为就是看到这个剧名的观众朋友，我就可能就会有一个疑问，难道问彩云跟刚刚说的陪我伴彩云飞这两部戏，他们是续集的概念吗？是。那我要先讲一下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其实是我要非常谢谢客家文学家李乔老师他的作品叫《我伴彩云飞》，就是拿素烘亚本，对，不是叫蓝彩霞的春天，对不起，对，蓝彩霞的春天。那我在看到这个文本的时候，我其实非常惊讶，因为过去我们看到李乔老师他的寒夜三部曲，是或者他其他的作品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这么的写实的刻画有关于性交易工作者的状态。对，那他这一个小说里面，其实在讲两个姐妹，一个叫彩云，一个叫做彩霞。姐姐是彩霞，妹妹叫做彩云。那两个后来被他们的父亲跟养母卖掉，卖到皮条客那边去当雏妓。好，那我在读的这个文本的时候，我很惊讶。那后来又跟李乔老师在谈的时候，觉得我惊讶的地方是真的很入骨。对，就是我们常常都跟李乔老师说，天哪，李乔老师你怎么会写那个情色小说？哈，我们还问过他说，你是不是真正到现场，这个写的非常的这个传奇哈。是。那后来我们在跟他讨论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在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人要活下去，比死亡还要困难。所以很多人会选择我就死亡一死百了。可是实际上，其实你要活下去是需要更大的勇气。对。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在这里面，彩霞后来杀死了这个一对叫做庄氏父子，就是姓庄的两个父子哈，把他们杀掉，然后把妹妹的身份证取得，还有其他的小妓女的身份都取得，身份证取得之后，换来他们自由的代价。所以这个姐姐的出现，然后把这两个皮条客。就是剥削他们的人杀掉之后，换来妹妹更大的自由。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自由你要去争取。所以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争取对活得很困难。第二个就是要去争取自由。那这个精神就延贯到问彩云。那其实问彩云某个程度也有所谓的我伴彩云飞这里面的后传的意思。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看完了。蓝彩霞的春天之后，就有很大的感受。对，后来我在做了一个戏，就叫《我伴彩云飞》，其中有3个片段，一个是讲女工的，一个是讲霸女的，
一个是讲我们刚刚讲雏妓。对，那这3个女性的部分都是用她的身体作为劳动的工具，然后去换上更多的，我觉得那算是生命的代价，或者是换到一个自由的代价。真的，对，这是很辛苦的历程。所以我在做这个戏的时候，就是民国99年，我开始做《我伴彩云飞》，关注这样的社会议题，然后到现在来做问彩云。对，也是到彩云，不管在我伴彩云飞还是在问彩云，都有一个形象，给我一张医师，就还给他一张很辛苦的，而且他是被剥削的，就像老师刚刚说的。那其实剧名叫做问彩云，到底我们应该要问彩云什么呢？是，很多人都会问说，那个问彩云到底是问彩云什么问题？对，实际上我其实在这里面是彩云必须要自问。我们自问自己的时候，你才是一个自觉的时刻。因为我现在已经将近快要50岁了，我自己常常就会问我自己说，我做这些事情的价值是什么？我将要往哪里去？我的何去何从等等的。所以我想在这里面这个问这个议题，包括我用英文 inquiries， 其实也是一个所谓的质询。质问自己对自己的生命的质问，同时也是质问着这一群女工经历过工厂剥削他们完毕以后，工厂倒闭之后，然后工厂开始他们开始发起了自发的行为来做罢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问的过程，这一系列都是一个问的过程。先问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个机器人，机器生产工具的一部分，这是第一个自觉，第一个自问。到第2个阶段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跟这些姐妹们紧紧的手牵手参加公运，而没有直接去找工作换工作？其实那就是因为不希望自己再变成机器的一部分。对，而且其实啊，大家可能说到讲，按用东洋秀跟议题，其实是就在我们的身边，就跟我们息息相关。尤其是客家人，尤其是他港人，对不对？对。老师，你在采集的过程中，其实看到了很多这些事情，就发生在客家人的身边。是，我们在做整个公运资料的时候，第一个在现场有一个叫做第一公运悍将曾茂兴传哈，其实他讲的是桃竹苗客运的问题啊，但是那时候桃竹苗客运算是很早就客家族群里面开始进行这个，真是为自己的劳工权益去争取的，算是蛮数1数2前面的公运运动。那我其实，在读曾茂兴的时候，我就有很深的感触。你可以看到他们，坦白讲，今天劳工如果不是被压迫到那个极致的状况下，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的。我觉得是算是真的是任劳任怨、顺服的状态。那从这一系列，然后曾茂兴先生也是客家人。然后后来我们再开始读很多的女工的相关的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在台湾有好多个论文，其实就在谈客家女性为什么会去担任女工的工作。第一个，因为社会的变迁，所以我们会从农村。农妇慢慢转型到劳工的部分，他也有一个资料很好玩。他说，因为大部分的客家女性要工作，所以她不会产小脚，所以他们很快就会去做那个工业城市开始兴起的时候，就会做女工。第2个象征的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女性开始有自己的我们讲。自我意识，对，有 pocket money， 你自己有自己的零用钱了，所以你赚了钱，你在家中的地位、说话的地位会比较高。有一段就是我在看到文献资料说，自从我去当了女工之后，我的父母亲会问我要吃什么。这是一个女性在一个家庭。她本来的身份地位其实是不是这样子的，在过去传统的家庭里面，她是比较被要求要牺牲的。是，这时候她因为有的这个经济上面的强势，也不能讲强势，就是说至少比较可以改善家庭的时候，她的声音被听见。对，不过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年代，不管是在整个劳工运动的年代，或者是在更之前，我们说的传统价值观的按用的沙飞加车的观念，对亚哈，就算对阿奎莫来讲，我觉得其实那个感觉是距离非常遥远的，更不要说用 V 张炳呀被 say 啊么呀。对，先来问问看我们的于婷好了，于婷你自己在接触到这个文本的时候，这个剧本的时候，你一开始觉得这样子的角色，女性劳工的角色，你觉得它是很遥远的吗？还是说你觉得你应该从哪里开始传的？其实我还蛮喜欢70年代这个时间，但是后来开始阅读这些文本，然后尤其到李乔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开始对这个年代的黑暗面有点改观，然后加上就是看到
女工这一块，其实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很遥远的。对，所以真的开始去揣摩角色的时候，在身体啊，还有真的心境上面还有一段距离。对，其实是我光是想象去吃豆芽，这个距离非常的大。那再问问看宇伦好了，其实在来录影以前啊，佢哋有將開始去訪問一條頭擺，幾到10頭嘅一條年，你們才剛去做完這些訪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們剛剛做完訪問之後，訪問前跟訪問後，你們的心得差異嗎？就是我覺得我們訪問後更能夠去了解。就是在那個時候，那個體制底下，到底勞工他們被剝削幾層，然後以及那個集體的概念，像是我們無法去理解說為什麼那時候要輪班，要一起輪，然後一起工作，中班、晚班，24小時，每8個小時為一班，哇，然後。就是像他們就是以一個班為單位，然後薪水就是領底薪加上績效獎金。對，那我們在還沒有去訪問之前，我們就會覺得說，績效獎金還有獎金呢？對，然後覺得已經有獎金，好像還不錯。對，可是底薪是對很少的。然後，但是我們那時候會覺得，就是領個錢這樣子，沒有那麼有感。但是剛剛經過那個班奈獎之後，我會覺得說，原來那個獎金。不只是我一個人的，它是一整個班的，還要再分，不是大家分攤。是我一個人如果做不好，我慢了，我如果那個來，我去上個廁所，都會影響大家。所以其實這是關係到我們很難去理解到當時那樣子的生活情景的發生，但是他們要把它呈現出來。其實啲嘅講西摩人韓國勞工運動韓國歷史嘅故事，故事其實還有韓卡多內容，我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好，各位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泰國劇團佢哋有新嘅戲劇哦，按到滿彩雲，韓國滿彩雲啊，佢係由李喬老師的《藍彩霞的春天》為主要的這個藍本，規劃出來嘅一隻新嘅劇本。除咗這本書，李喬老師的這本書以外，其實還有眾多文學作品嘅結合，所以我們現在也來問一下咪咪老師，其實也結合了其他非常多的文學作品，可以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嗎？其實我真的很謝謝我們在台灣的這些文學家，他們透過他們的文筆去記錄了台灣的真實的社會現象哈。當然他們是比較寫實派的。那第一位當然要特別介紹就是楊青處老師。楊青處老師他在那個工廠人的系列裡面寫了4本書，這4本書把整個工廠的狀態哈，包括男作業員、女作業員，還有裡面的一些升遷的制度，然後他們碰到一些黑暗面的這個部分都把它寫進去。當然也有開心的部分，也不是說全部都是這麼的悲慘哈。那楊老師這個部分完全是基於一個寫實上的基礎上面去做描述，所以對我們演員來講的話，讀完了這個文本其實是建立基本功。我們常常了解環境這樣。對，而且我常常說演員就像好像滷那個肉丁吧，好像滷豬肉一樣哈，你不能夠就是大火一直煮它，你開始要慢慢先煮了以後，然後味道出來，你一定要泡它，要潤它。對，那文學其實就是浸潤他們的。雖然現在在我們這個新寫的這個文本裡面，沒有辦法直接對應到說哪一個是楊青處老師的哪一篇部分，但是因為我剛剛講這個東西就已經浸潤到那個基底了。那這是以台灣文學為主。那第二個部分，我們要非常非常謝謝在台灣有一批很棒的獨立記者，還有一批朋友們，他們把整個工運的歷史記錄下來。OK， 所以在我的左手邊，其實這個部分是我們這一次在做整個報道文學，還有相關的報道上面的研究的時候，是最重要的資料。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是拿來當滷汁，是 OK。其實這個部分就是我們看到滷汁到最後的時候，整個那個還要有提味的東西，秘方，對，它就是一個秘方，它就是演員整個從這個部分先基底了解之後，然後直接再透過我們口訪，然後以及閱讀這2本書，把所有的脈絡
任督任督二脉把它打通。所以其实我常常觉得演员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真的。你没有经过这个事情嘛，你不可能说我今天就为了这个戏我就跑去当女作演员、当女工，不可能。但是你必须要模拟你的身体的状态，在1天8个小时非常紧密的劳工的状态。所以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报道文学跟报道的纪实之外，口访很重要。然后以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那时候有很多的影像记录是被留下来的。所以我们这次非常非常感谢，就是我们取得绿色小组这边的同意。那当时他们其实也有记载这个星光士林场的这个事件，那时候有女工的整个罢工的事件的影片，也取得他们同意。所以我们在演出的当天呢，其实是让大家跟我们一起走回那个现场，好，那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理解。所以观众他不会只是因为进到一个剧场里面就看到一出戏，而是对于这整个脉络能够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对，所以其实相对的，2位年轻的演员，听说每位发动都心思，都也不去卡地度，他讲也都有做功课，有被指派功课，对不对？老师为什么一定要指派他们功课呢？我这个部分我一定要谢谢我在大学里面的2位老师哈，一位是邱坤良邱老师，一位是汪启美汪老师，因为他们2位都非常非常希望我们学生能够走到社会里面，因为戏剧是反映社会最重要的工具，表达社会最重要的工具。这是他们对我们的第一个要求。第二个东西就是工作方法论。那尤其是我们汪启美汪老师，我刚刚有特别讲说，他带给我从文学跟报道文学，还有口访，还有亲自在那个现场模拟，或者是你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手法，观看影片，或观看照片，把自己浸润到那个里面。对，好，我们刚刚一直在讲演员是需要浸润，所以我一直讲说他像腌猪肉。那这个部分我要特别谢谢，就是老师们带给我这样的一个工作方法。对，所以呢，2位年轻的演员，我们先来问雨婷好了。其实雨婷一就黑亚普希卡迪度为主角，她就是彩云嘛，对不对？那彩云她必须要把刚刚一口一四五讲的彩云，她就是一个身体用不同的方式一直都在工作，一直在被剥削的状态下，所以做在同台家来分享一下，你去家己做功课，看下的书的感想是什么？你从这些书里面获得了哪一些对于彩云的一些基本知识的建构啊，或者是让你对这个角色有更深的了解？彩云可能在这部戏跟其他女工有一点不同，是她有一个李乔老师的文本，所以这部作品对我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大的。对，然后因为妓女这个行业比较特殊，所以其实在我们现有的资料里面比较难取得，所以看完那个文本的时候会还蛮惊吓的，就是哇，原来里面有这么多的黑暗面，然后他们的过程是这个样子。然后再到咪咪老师给我们的杨青初老师的这些文本，去了解女工的环境。然后像刚刚去跟巴奈做的口访，其实我觉得影响蛮大的是，我们原本看的文献只是看到图片、看到影像，知道它机器是这样子做的。可是经过巴奈的解释的时候，我们会更真的了解女工为什么手会被切进去，为什么会要赶那个速度，对，头皮就像被翻掉了。对，所以其实这些女工都是在冒非常非常大的风险在做这些工作的。对，那宇伦呢？你自己被交代的功课有哪些？就其实我一开始是先读男生的文本，是在叙述男生，就是工厂人这一本。对，然后我其实那时候读一读，我就一直在哭，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可以因为在资本主义底下，那我们这样一直被层层剥削，然后男生他们也是有一些可能是为了尊严或是什么而进到工厂里面，但是他们其实在里面是完全也没有尊严可言的。对。然后再来的话，所以我后来在读《工厂女儿圈》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其实作为女生，她除了原本的体制底下的困难之外，那更大的困难是生理上的困难。对，所以在职场上那个男女不平等的东西，反而更让我觉得
哇，我如果生长在那个年代，我一定很不舒服。对，所以其实我知道两位演员同认真吼，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做功课。不过我也他就有人问咯，除了呀演员这个角色心境上的去揣摩之外，其实还有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是我要问于婷啊，我讲行呢。对，你自己平常时对客家，你对客家话的熟悉的程度太可很用哎。平常就是跟阿婆、跟爸爸，就是用客语生活上的简单的对话，阿旭宝吗？阿旭宝嘞，对，但是到了文本，它其实会有一些比较难的字，然后加上这一次，其实我本身讲的是海陆，但是这次文本是需要挑战4线。什么？你这个要懂难，真的很难，而且等于说你要从头到尾，你小时候学的东西全部都要被丢掉，对，重来耶，比初学还要辛苦。那你就觉得为什么一开始要接这个工作？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来错地方。对，故事你一口也是糖豆听，应该是会先有老师录音给你嘛，对不对？你听到的感觉是什么？我第一次听录音档的时候，觉得是2种完全不一样的语言。本来想说应该都是客家话，应该都会好发，应该查某记到。对，这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以为会差不多。对，没想到落差这么大。对，就像我刚刚在练习，要是台卡喉，我就已经练很久。我们练很久了，现在老师还是讲错，老师还是讲错了。我觉得讲到哪一腔，我就一直讲到眉线去了。台卡喉，耶！对，其实你看在演戏的歌场当中，这个角色的揣摩又很困难，语言对也是个很难的地方。然后语言最难的地方，就是我们这次的语言指导赖文英老师，他有特别讲，其实语言其实还是有节奏的，而且在客家话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大概就是说没有用到。假如说我的文本写前夫，他说没有这个字，没有，对，就是叫做以前的老公。然后还有一个字很难，因为他要讲说他姐姐叫彩霞嘛，彩霞不是去监狱了嘛？对。但是他告诉他所有身边的这些女工朋友说，我姐姐死了，但他没有讲他死了，他说我姐姐走了。啊，这时候老师就说非常有趣，因为走了，他的轻重语气就能够展现出来，他到底是死了还是离开了。对。他就说，像这个东西就真的一定要面对面的语言指导，然后还有一些东西是文法的问题。假如你这样写，没有人这样讲啊，他就会告诉我说怎么去做这个挑战。有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其实这一句就完成了。对。他有的时候这个要加好多句去完成它。然后还有我们刚刚讲音韵节奏，因为他那个场景很浪漫，那这个场景怎么浪漫，就要让他再继续讲了。哇，所以其实这个浪漫呢，到底是怎么样的浪漫呢？因为还有东西要同大家来分享，而且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谈生了，係咪嘅浪漫？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地都同大家來小結太可以劇團家嘅新戲哦，到滿彩雲，也係一出後講而呀，什麼人韓國老公、韓國歷史、韓國客家人嘅故事，同大家來分享。剛才有講到好 ，Andy 後生演員，我們的雨婷吼，佢哋嘅講太這個一連串的客家話，演完這一出客家這一段的，講到客家話呀，台戲以後會發生一件浪漫，會有一個浪漫產生，生了呀浪漫係蠻緊呢。我覺得他這個浪漫應該是說，彩雲這個角色本身覺得自己是不被愛的，他是從小是缺乏父母的關愛，然後到這個環境他是非常封閉的人，然後但是經過這個就是客語的這段戲之後，他與一個前輩的相遇，然後才了解到自己從小其實有母親跟父親。其實對他很多關愛的，只是他在因為一些勞工的問題之後，被剝削掉這個部分。所以也想請咪咪老師再多做一下這個關於這個戲裡面的前輩，因為他又是怎麼樣的一個角色，怎麼可以帶來給彩雲這麼大的一個浪漫？我們其實設計的這個角色，它叫做張玉珍。那這張玉珍的角色背景很特別，他其實是客家人跟外省人的小孩哈，就是第二代。然後他在這個工廠已經工作很久。那他原本是彩雲的媽媽，
叫做丽萍。OK， 为什么要叫丽萍？因为她妈妈的生命的经验其实很像浮萍一样，很辛苦。好，那当然，因为我其实这背后也要创造一个，也因为她是一个真的是我们讲勤俭持家的一个客家女性，白天上班照顾小孩，晚上还到化工厂去上班，所以她跟丽萍是非常好的朋友，就是彩云的妈妈跟丽萍是很好的朋友。OK， 然后也不，彩云的妈妈是，对不起，彩云的妈妈是丽萍，然后跟玉珍姐是非常好的好朋友。对，他们两个都在化工厂上班，他们其实都瞒着先生，因为化工厂太危险了，只有晚上才会上班，所以他们在一个晚上的时候，这个丽萍没有逃出去，就化工厂爆炸，然后就去世。那这个父亲呢，就是彩云的父亲，叫做嘉兴。好，那他的这个原本的工作是客运的司机的工作，那其实客运也是很辛苦，对，所以这个父亲又跟我们刚刚讲玉珍的前夫，又是好朋友，所以他们就是两家人，对，两家人都是好朋友，爸爸一起工作，妈妈也一起工作，可是因为妈妈后来就是因为爆炸之后，所以彩云的父亲就对于玉珍非常的不谅解，就说你为什么带着我老婆去工作？那你看我老婆现在走了，孩子也不见了，所以爸爸就变得很落寞，然后生活里面就有很多的，就是很多的问题。对，那后来才导致说不得已卖掉2个女儿，卖掉彩云跟卖掉彩霞。哇，对，所以当他们在这个场景，我叫晚霞，这个场景叫晚霞，那其实有暗喻。因为晚霞、彩霞就是在这个妈妈的关爱之下，姐姐的照顾之下，因为姐姐牺牲了自己嘛，去监狱里面了，那换回来妹妹的自由。所以在那个场景里面，一个晚霞场景，你可以看到他们2个人慢慢的在这个骑着脚踏车的车阵里面，哈，就是那些女工都骑着脚踏车车阵里面，慢慢谈到原来爸爸爱她，妈妈其实也很爱她。所以给彩云可能看起来，改变人生有动荡无幸运不幸福的地方，但是其实还是被爱的，我们还是可以有力量，可以继续走下去。是。对，韩国改坤亚翠希啊，其实有拍了非常多的宣传照，这些宣传照都让我觉得好像真的就在高雄市的老公运通的现场，就像那时候的现场一样。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在拍摄这些剧照的时候，你们怎么样揣摩那个心情啊？然后你们的演出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好，我们拍照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剧团旁边正好就是一个厂房，也太巧了。而且这个厂房非常的神奇，因为它已经废弃了一段日子，就正好是完全符合，就是这部戏的场景的感觉。然后那天拍照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点点凉风，然后我们又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他们第一次都没有人进去过哈，就大家就站在那个门口，然后看到那个整个颓废的那个工厂的时候，就跟我们戏里面写的最后的一段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的后面的最后的部分就是，这群女工他们所待的工厂后来恶性倒闭，产业外移，然后要准备把厂房给拍卖掉。对 ，OK， 那所以女工就没有工作了。他们其实要的就是说，你把我剩下的钱还给我，你把我的工作权还给我，你们不是不能不让我，你不是不能让我们做工作，对。可是为什么你不把这个工作机会留给我们？那所以我们当时在选这个场景的时候，他们一走过去，我相信你们应该那时候蛮震撼的吧？我就是看到那个厂房就。戏就来了，其实真的不用多说什么，他们就坐在那里，就有感觉了，就眼泪就流下来了。他们就还我工作，还我工作。然后我跟他们只是跟他们讲说，你们就请用手轻轻的腐蚀着那个红色的墙缘，好，就它有墙壁红色的砖墙，腐蚀着这个地方是你们这一群女工，虽然你们有时候会很生气对方，可是我刚刚讲他们是个班。他们工作其实感情非常的绵密，所有都对所有的关系，所有绩效，甚至日常生活里面的悲哀痛苦，因为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再出去干嘛，没有社交活动，唯一的社交，他们就只有在这里。对，所以我说你就是摸着那个墙面去感受，那是你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所以在我这里面有特别谈到2个 slogan 嘛，就是。那个蓝山还有跟青春的关系，蓝山讲的是他们的工作服，对，蓝山是我青春的洋装，工厂是我年华的嫁妆，是，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你腐蚀着这个墙的时候，请你去想，这墙里面的一切就是你的青春，
所有的年华的嫁妆都在当中，而且我觉得演员非常到位。其实我们在拍剧照的时候还没拍戏，对不对？我听到这个故事，全身起鸡皮，我就全身起鸡皮疙瘩哎！而且再加上刚刚小心天使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也有看到那一些。照片是，所以呢，现在就塞请咪咪老师来跟大家说一下，大家上我来看一次新闻彩云，尤其是讲一的跟我们息息相关，出伫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我相信东东爸爸妈妈、个林珊、个苏婆宝妹，他们都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是，告诉大家想要看这部戏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买票呢？然后这个戏的演出时间是什么时候？好，我们演出时间呢，其实还蛮接近的了哈。对，接下来就是11月30号，这是礼拜4，还有12月1号礼拜5的晚上7点半，我们会在台北的客家文化园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园区，里面有个很棒的小剧场。对，我们会在客家的音乐表演艺术中心里面做这个演出，7点半开始。不过朋友们，你们可以再提早一点点到，因为我们这次在前台的部分，其实我们预备非常多相关的资料。我刚好特别介绍说，在这里面会有当时的这个公寓现场里面的第一个是影片的部分，第二个是我们有一些我们看到报道文学，还有这次我们也取得了这个浮流前行的这些作家们的这个同意之下，所以我们会在现场会有这个部分的贩售。对，而且我也非常非常谢谢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愿意让我们把这样的资料展陈出来。甚至我们坦白讲，你买这一本书就是支持台湾的工业运动，也是支持我们的劳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很兴奋，然后我也有邀请就是当时在经历过不同的工厂的工运的朋友们来到现场。那对我们而言，我们很兴奋，因为好像电影明星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如果你的身边朋友也有劳工朋友，想要为他们致敬，欢迎跟我们一起走进剧场来。真的，其实，在台湾从起以来，我们这个劳方跟资方都是在一个不平等的状态下。就算是从以前到现在，劳工运动还是一直不断的在进行当中。故说亚洲黑泰嘎生发当中发生的故事，是对，所以非常推荐大家11月30號韓國12月1號分享大家來到台北市客家主題公園的戲劇中心來欣賞看彩雲、看亞的看大開劇團，韓國看亞的後生的演員佢的演出的戲劇哦。最後呢，我想要請3位用一句話來推薦大家來劇場來看問彩雲。先從咪咪老師開始。好，如果你這時候不大知道你的未來會是什麼，來看這出戲。好，接下來是我們的雨倫。各位觀眾朋友，這出戲做得本人又高又好笑，又做得本人做得了解一群唔同嘅故事。好，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主角，我們的彩雲了。來看啊，彩雲，佢愛來用乜嘅法來推薦本大家？呢係一出非常神奇到感人的故事，大家一定愛來看咯。好，冇問題。大家聽咗愛去劇場地度來看問彩雲，親迷，我們再請老師來快的跟大家講一下，我們如果呢要購票的話，我們應該來怎麼樣購票？第一個部分，我們可以在兩廳院的售票系統也可以購票。第二個部分的話，直接跟我們大開劇團做聯繫。我們這邊有不管是學生的部分有優惠，還有一個比較特別是團體優惠。那希望大家能夠把握這個機會，加入我們的團體。Yes， 好，分享大家來到劇場地度來看戲哦。今日謝謝3位神夢3位來到節目當中，謝謝。沒神夢各位觀眾朋友，我收看休息一下，等下田運動欣賞來做運動了。